来看台东县政府为着要减少老大人碰见的意外，来推广智慧型轻也是挂的紧急救援的系统。今年要扩大来办理，有建议实施，也毋过无伫身躯边的老大人买当来申请哦。一个月只要450块，中介修理好，可以当专业来补助。这个月初，在地上一个70岁的阿嬷透早一个人找无转去的路，顺路警车发现将伊带转去警局，个联络亲人带转去。发现有一阿嬷拄着助行器，于清晨独自待在雨路中，险象环生。县警局统计，今年1月就发生8个老人惊碰见案件，偏向上济。台东县独居的老大人比例全国第一。社会处4年前就推广独居弱势老人伫个或者是户外安全定位通报设备，出外或者是伫厝内发生代志，二类起就应得到救援。今年佫扩大，若老老照顾或者是共大的人无得照顾的老人，拢会申请，而且家属每个月扣除补助，家己付450，中介收集弱势老人用专业补助。意外的发生的时候，他可以跟家人有联络的机会。子女的话，其实在外县市，那他的父母亲或者是其中的一个长辈在我们台东，我们就鼓励子女为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长辈来申请。社会处表示，台东县独居老人有2000多人，不过目前申请只有400件左右，鼓励符合资格人应提出申请，不过有人希望应扩大一般失智的老人应申请。公视新闻台东报道。